多朋友咧都好關心我啦，長期喺越南。喂，會唔會俾人哋割腰詞啊？其實講真，真係未擔心過咯，擔心下你自己腰唔夠好過啦。即係成街都係女，咁你自己睇啦。會唔會割腰詞？你喺呢度有能力嘅，韓國妹、日本妹，乜女都有，係嘛？當然啦，鬼妹肯定有啦。嗱，喺條街度周圍揸住手機，嗱你睇有冇人？嗱，好多摩托車噶，成街都監控 cam 頭。我嚟咁多年都未見過啲飛車搶手機嘅，即係當然啦，我淨係講越南峴港呢個國際城市啫，因為越南係共產主義國家，佢絕對唔會容許咧嗰啲咩園區咧喺呢度發展。再加上而家越南嘅經濟喺度騰飛緊啦，同中國嘅90年代、2000年代差唔多，大家都唔需要靠呢啲灰色產業去揾錢嘅。你要拉攏到外資，你必須要有一個非常之穩定嘅營商環境，同埋良好嘅治安。唔係有鬼人嚟你度投資咩？